利是计较，请太互你用药。下家的病早就传愈啊，去甲医医讲，毋免搁再下药啊。是。下家只不过是心痛、旧毛病搁举起来，食几粒仔药啊就传愈啊。小国舅也不能该小弟代做，叫人食袂倒转来。母后，毋准你讲你的病是轻也是重，阮做你的女儿的人，应该倒转来奉待你，这是应该啊。也毋过，母后，你是应知影母后你的心意。你若是无青琴、杨玲公、甲杨六郎，你就感觉真可惜，是毋是咧，母后？是啊，咱必须要将杨家将先甲伊治掉，咱才会当放心秉尽中原。母后，你毋免烦恼啦。人阿姊已经命令葫芦岛率领30万的大军攻打右州，要对付4名杨家将啊。庆哦，你明仔早起早调的时，会记你提醒哀家，哀家要下旨哦葫芦岛，命伊赶紧逮捕失踪4名的杨家将。是，对啦，母后，阮也听公部在咧讲，母后你即时下旨，要为父王建立祠堂。哀家早就有这个心愿，只是咱国定定离人夫不足，拄好恁姐妹也带袂少的父老倒转来，正长当苦役。啊，手较紧的啦，好，你，较紧啦，走，啊行，行，行，快点，来，快，哼。五台山，迄边就是五台山。遥望五台暗地哪有伊兄弟困城中？不了分泪，泪如涌到如今，我心为苦也是在异乡。变幻罗庙，梦里归，不见亲离，泪声那碎。想起交切，我心约啊碎，夜夜孤灯伴空位，思郎枉为男子汉，不能救父，不能来扶江山。枉为东东的杨家将，将至难受，泪满腔。大家落肚，要快点落肚，你要快点落肚。我求你，你毋通怕阮大爷，阮大爷人身体无好伫个，伊毋是故意要变大，求你了下哟！啊，什么操路哩！哎呀，你做啥？你敢死我你！我叫你自救，我叫你自救！
这件事，靠！好来高大，你也敢怕死敢讲？呀！来啦！别！拜见徐公主。免礼，是安怎伫咧独打苦呀？哼，这臭路咧，恶性不改，国唔听管教，也敢怕死关工。姐啊，伊敢毋是伫咧五台山，你家疗伤迄位宋兵呢？我还佫伊的家的名叫做无益。无益，你是安怎？无益，哎呀，小妹啊，伊的伤痕袂轻呢。阿达，在，你哪会用甲伊拍伤甲安尼死呢？你是怕死关工啊？哎呀，这件代志我会照明母后，以后唔准你搁再为难伊，赶紧去叫人来甲伊医治啊！去啊！哦，这个苦爷竟然会迷迄大公主！是啊，若毋是我亲目睭看，连路边嘛毋敢相信。伊叫做什么名？伊叫做木叶，咱下伊的小弟叫做木秋。庆王的眼光，爱家是上清楚。想要迷惑伊的人，并毋是一件真简单的代志。迄个叫做木叶的人品，一定无错。太好，木叶伊不但是人品好，而且相貌堂堂，若是互伊穿一套盔甲，一定是一个大将军的模样。青莲，你有听讲木叶甲木秋伊两个兄弟伫咧送营中，到底是兵或者是将？听讲因是杨树龙定下的副将。庆娥甲铁镜，讲有4名杨家将走去五台山，伊找遍也无看到伊的踪影。姐啊，你是咧想什么心事啊？无啊，我哪有啥物心事啊？无，啊那呢？你手摕迄蕊海棠花，啊哪会看到人拢戆戆？是毋是你家己当作是无用啊？你莫学白讲好无啦？姐啊，你走啦！在我台，
是你无介意无益心，那安尼好啊，那安尼我就莫去就好啊嘛。小妹，那我是讲，阿姊啊，你放心，真正等咧遮等待佳音，我来去禀明母户，叫母户招无益为咱的驸马爷。无益，你要招也唔招。到现在有啥物通好招的？无像你呢，阮兄弟必然甲互你掠着，我台要割又在你，其他拢免讲。有骨气，搁拍。是，走，前边独当，受苦轻，万般愤怒在心间。卡斯的光刀开在肩，明世也不土的真情。伊的真名正是叫做啥物？无用，无用，安尼听清楚袂？好胆量，除了杨家将，谁有一款这么好的胆量呢？怪不是细羊。笑什么？杨家将威震北方，翻遣文明宋代，哪有亲像阮两个？哼，口出不顺，分明你是活了你先。来啊，来，下落去斩首。是。母后，这两位暂时莫甲伊斩首，二神有话要甲母后禀奏。好，下去听这校长。是。铁镜，母后，有啥物话紧讲啊？母后，你看这两位中原的人安怎样？天下少有的遗憾。既然是天下少有的遗憾，母后，若是甲伊杀掉，敢毋是足可惜的？也若无杀伊咧，留伊踮咧咱国甲咱作对，岂毋是违反咧？母后，你是安怎若无爱考劝伊归顺咱我国啊？劝伊归顺我国。是啊，现在两国交战，当爱用兵时阵，而且无叶甲望秋，非常的英勇，而且阁是杨家将帐下的副将。人哋讲，知己知彼，才会当必战必胜。母后，你若是家留落，敢毋惊讲宋军袂互咱消灭啊？母后，你答应啊？以爱家看起来，伊是无可能踮咧咱大辽国为咱尽忠啊！母后，二神有一个办法，会当互无叶甲无秋永远记住我国，做咱辽国的子民啊！你有啥物办法呢？母后，我要随时送凋零，爱伊归行可怜亲，就为驸马如冠主，应为咱大辽来做中啊心。你是讲，互阿姊较无用，
结为夫妻啊？是。伊是拜登的庇护人，错付的金枝玉后生，看伊人品如人风，并家幸福又好好。也毋过，哎呀，不孝。正正对来打正正，不孝千万爱孝成，拢在女貌来亲事定哦，千手乱风来应好命。无叶甲青我金小我，上有木手玉如何？伊为爱甲江山保，比伊木手结丝路啊！铁匠，你嘛应该爱招一个驸马，不如你就下嫁木手，爱家也通好了却这层的心思。母后，若是来甲阿姊讲亲的，想袂到。安怎？想袂到你也替你家己找一个夫婿心。母后，青莲，无必在。青莲，你去问木叶甲木手因两个兄弟，管是要受死也要想活。若受死，即时问斩；也若想活，双双入罪五国。四哥，你为什么若唔减讲几句啊？若唔是你来印尼太阳，嘛免受这个批骂之苦。不得，我调工的，我调工的要救伊，我要叫到，互伊将我处死。身为杨家将，你欠在这个番邦，我通愧对爹娘。愧对朝廷，愧对我家己的良心。我无想要忍辱偷生。四哥，你唔通安尼想。为着爹娘，为着世嫂，你都要好好保重。咱找机会，咱就逃走啊！逃走！套路你呀！一天到暗，敢若要破公主了，要求公主谈好你。现在太后已经下旨落来了，这时就会用甲你处死。哼！你若唔爱叫公主救你咧？哎，你要做啥？创啥？今日要好好甲你教死一个！三娘姐，本来也已经受内伤真重，你嘛唔搁再毒打伊，你后要怕我啦？哎，怕你！今日好好甲你教死一个，你若唔甘愿，会用去叫公主来告我。哎，青莲，阿达，什么人叫你拍因嘞？太后已经要将两位公主嫁予木叶甲木手，要招因为囝婿。是真实的。当然是真实的啊！只要你若答应，太后伊不但袂杀恁，而且阁要办宴席请群臣，选一个日子，互恁完婚。
答应，我答应。多谢太阳恩典，靠！你这个贪心怕死之徒，你敢答应？你袂记天保府的白良心？四个。啊！你是哪种？